如果懷疑自己有不育嘅問題，去做檢查係咪就咁驗血就得呢？當你懷疑自己有生育嘅問題，千祈唔好猶豫，應該第一時間進行體格同埋婦科嘅檢查。檢查包括超聲波檢查，係用嚟檢查盆腔嘅狀況；子宮輸卵管造影，係用嚟檢查輸卵管係咪暢通，同埋子宮形態有冇異樣。至於驗血，就係檢查荷爾蒙嘅水平。從驗血報告裡面，我哋可以睇到以下幾點：FSH， 即係促卵泡素水平，評估卵巢嘅功能，揾出排卵障礙嘅原因。FSH 同 LH 比值顯示有冇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嘅傾向。Progesterone， 即係黃體酮嘅指數，確定是否排卵正常。Prolactin， 即係催乳激素嘅濃度，顯示有冇患上催乳激素過高症嘅機會。甲狀腺功能，測定血中甲狀腺素是否保持正常嘅水平，確保排卵正常。